如果有一日你返緊工，公司突然倒閉，而你戶口只係剩返$10,000，大約係8萬港幣，呢筆錢可能只係夠你喺香港生活幾個月。呢個就係 Kim Perrell 喺23歲嗰陣遇到嘅真實絕境。大多數人喺呢種時候會選擇重新做份安穩嘅工就算，但 Kim 做咗個好瘋狂嘅決定。雖然戶口只係剩返$10,000，但佢決定喺廚房張餐台開始創業。當時身邊所有人都覺得佢係行錯路，做錯決定，但佢最後竟然將呢個錯誤變做一門價值18億港幣嘅生意。歡迎嚟到拿鐵讀書咖啡。今日我為大家挑選嘅呢本書係身家超過18億港幣嘅頂尖創業家 Kim Perrell 嘅創業經驗。佢喺呢本書入面講咗一個好核心嘅觀點：成功唔係在於你做啱咗幾多決定，而係在於你點樣處理嗰啲差點毀滅你嘅錯誤。佢話 The mistake is the way， 錯誤唔係障礙，而係通往成功嘅必經之路。我哋今日就嚟睇下佢點樣將一個又一個致命傷轉化成佢嘅百萬企業王國。Kim 第一步就做咗件非常大膽嘅事，佢向嫲嫲借錢做種子資金。喺商業角度，喐老人家份養老金係大忌，因為輸咗就一定冇面目見屋企人。但佢後來回憶返，佢話 Action creates momentum, not certainty。行動帶嚟動力，而唔係確定性。正正係因為借咗阿嫲錢呢個錯誤嘅決定，逼出咗佢超強嘅生存本能。佢學識咗發達唔係靠資金有幾多，而係靠你喺絕境入面行動嘅速度。佢明白到你唔需要等所有嘢都100%確定先出發，你要做嘅係透過行動去修正方向。就係呢場壓力，最後變咗佢衝出困局嘅燃料。當公司開始賺錢，Kim 犯咗個好多老闆最容易中招嘅錯，佢太講義氣。佢將以前對佢好嘅親戚朋友全部請晒返嚟，諗住有福同享。但問題就出喺呢度。喺商業世界，講義氣同管理制度往往係對立嘅，因為你講義氣，當親戚表現唔達標，你唔好意思鬧，更唔好意思炒，結果公司紀律崩潰。呢場背叛令佢明白到，感情可以係創業嘅動力，但絕對唔可以係管理嘅準則。佢忍痛開除咗所有人。呢個動作唔單止係斬斷私情，更重要嘅係佢開始將人治轉化做制度。正如佢所講 Your network is your net worth, but you need the right filters。 你嘅人脈就係你嘅身家，但一定要識得過濾，揀啱人。呢場失敗幫佢排除咗靠人情味管理呢個錯誤答案。呢種由人情到制度嘅轉化，先至係佢身價由幾百萬跳升到18億嘅關鍵。而最經典嘅案例就係佢投資咗一隻新嘅美容產品，點知出廠之後發現配方有問題，客人用完之後隻手會染色，仲要洗唔甩。呢種毀滅性嘅公關災難隨時會令你破產。但 Kim 當時做咗一個最難亦係最啱嘅決定，佢冇逃避，冇叫公關公司擋，佢反而親自逐個電話打去道歉同埋承擔責任。結果因為佢夠真誠，啲客唔單止冇告佢，反而覺得呢個人好有擔當。呢次經歷令佢領悟到 Trust is the ultimate currency， 信任先係最值錢嘅本錢。人哋喺失敗入面見到終點，佢就喺錯誤入面贏到客人對佢一世嘅信任。Kim 由一個從廚房創業嘅女仔，到後來將公司以幾億美金賣出，佢靠嘅唔係運氣，而係對錯誤嘅態度。佢將每次失敗都當成係 test data。我哋成日話失敗乃成功之母，呢句話嘅真意唔係叫我哋盲目咁去撞板，而係鼓勵我哋，失敗嘅教訓係成功最重要嘅基礎。失敗係成功嘅入貨價，你俾得起呢個價，你就拎到嗰份成就。百萬富翁嘅公式其實好簡單，去做，犯錯，修正，然後再做。作者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啱，Failing does not make you a failure，
記住，跌低唔代表你係個失敗者，只係上帝俾你數據修正嘅機會，係你致富嘅入貨價。只要你識得喺入面執翻啲教訓出嚟，咁每一個大錯入面，其實都藏住一個俾你發達嘅漏洞。如果你肯去執翻好佢，咁你每一次交嘅學費，都係喺度幫你鋪緊嗰條18億嘅路。真正嘅失敗，係你因為驚犯錯而選擇唔行動。唔好怕出錯，最緊要識得改。如果你鍾意呢集嘅分享，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我呢個 channel。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分享好書嘅動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